被捧在手心里，像个公主一样被好好的呵护，是个怎么样的感受呢？像早晨的阳光，温柔地把你叫醒；像中午的艳阳，陪你一起开怀大笑；像满天的星空，许你一生幸福。一辈子究竟有多长呢？他们相约好，从今天开始，用余生和对方一起看尽世间繁华。今天，他们来到了这里，在亲友们的见证之下，一起步入婚姻神圣的殿堂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爱情故事，祝福他们